这一届缅甸发生大地震，离地震中心有千外公里远的泰国首都曼谷，同款嘛是害甲。有一栋当咧起30层楼高的大楼倒去，目前还有几十个人掉伫下底。即马救援人员阁继续甲时间伫咧找烧热，希望赶紧甲遮个人救出来。 怪鸟伫咧现场乌，希望让加紧救援的速度。搜救到夜8起8路，看敢会让找到人。不过，这栋起到一半的大楼被地震震倒了，现场有真侪土粉加钢筋、阿蒙土、空骨里，和搜救人员加搜救到的行动加真困难。 After finish their work, we have to check in again because of there are a lot of effect that you know. There are a lot of the dust mixed with the structure and the metal dust. So in the dogs and cats, it's very sensitive. So we have to make sure. Now we do the blood test. 强烈地震后，曼谷起到一半的心计大楼倒来，有90个工人被跌伫咧下骹等人救。 着急的家属伫咧外口等，希望会当有好消息。逐回救援人员讲出若是尸体，家属的情绪就真激动。ได้ยินเสียงมาเรียนลูกไหม 帮病破镜，搜救真困难。世界各国的救援队员来斗3工，以色列也派联合专家小组协助评估现场的情形。为了要围绕现场的搜救人员，当地人大布棚准备餐点。感谢大家来斗3工。公司新闻团队也伫现场看到，真侪民间团体来斗3工。公司新闻团队持续带您驻守在泰国曼谷的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在一区呢，其实除了警力、军力以及救护人员之外，还有许多的民间团体投入至此。而现场呢，其实我可以看到很多的救护车上面都写着泰国义德善堂啊。义德善堂呢，其实一开始他们是由华侨组成的慈善机构，其实一开始呢是负责提供这个棺材给无名尸，并帮他们处理后事，最后呢才转型成为一个有救援队的支援团体。据了解，义德善堂在发生重大事故的时候，工作团队抵达现场的速度恐怕都还会比警察还要快。有专家认为，起到一半的大楼会倒去，是因为当地冷冻3加时间的方式问题。伫黄金救援时间一直过去，救援人员继续希望会让赶紧找到人。公司新闻综合报道。